隻喺11月初逼近香港嘅颱風尼格呢，個風名係由金仔嗰個國家提出嘅。人哋嘅英文當然就唔係啲人諗到咁大逆不道嗰隻啦，而係咁樣讀嘅。原來尼格係翅膀咁解，金仔送你一對翼，仲象徵飛翔、動感同自由添。明晒。好啦，講翻正題先。呢隻似乎吹向珠西嘅尼格，又會唔會令香港打3號同8號波呢？先同大家解釋下，點解隻尼格會係 Z 風暴嘅呢？佢最初向西嘅路徑係受到喺佢北面嘅高空反氣旋嘅偏東氣流推動嘅。之後尼格咬北行，就係因為喺佢北面嘅高空反氣旋俾佢北面嘅西風波動壓到斷開咗兩邊啊。右邊嘅反氣旋推尼格向北，而左邊嘅反氣旋呢就有另一道力推尼格向南，所以尼格一轉北呢就會減速，因為向北嗰道力大少少咁多啦，所以尼格係會慢慢咁北漂。氣象超級電腦最初係估尼格會俾高空西風波動勾引到噶，沿住右邊反氣旋嘅外圍轉右行，並入西風帶啊！所以啲氣象部門最初係預測尼格係 C 字形咁轉彎避開香港噶，不過電腦之後認為個西風波動勾引唔到尼格，反而預計尼格會俾南下嘅東北季候風陰乾同推去西邊啊！所以啲氣象台嘅預測路徑就由 C 型變晒到 Z 型。雖然天文台話尼格喺10月30號下晝個烈風圈半徑擴大到330公里咁闊，仲預測佢喺11月2到3號喺香港以南大約180公里掠過添，咁咪即係香港會入硬尼格嘅烈風圈咯？咁就未必喎。事關尼格喺第二次轉彎向西行嗰陣會開始減弱噶。天文台就估尼格最接近嘅時候，雖然仲 keep 到強烈熱帶風暴級別，中心風力就減弱到90到105 km/h 啦。不過歐洲氣象超級電腦就預計，尼格準備第二次轉彎向西行嗰陣，深紅色嘅烈風圈就開始不斷縮細。就算佢同東北季候風有共同效應，形成咗條烈風帶啦，但係條烈風帶都可能只係啱啱擦過香港嘅啫。而尼格嘅烈風圈究竟縮得有幾快，就好視乎北大人究竟落手陰乾有幾狠啦。美國海軍嘅氣象部門預計，尼格掠過咗香港南面，轉吹偏東風嗰陣，即係呢個時候少咗山勢遮擋啦，佢個烈風圈都仲覆蓋緊香港噶。雖然根據香港標準，呢一個烈風圈可能會再細翻啲，但係根據呢一個預測，香港8號波呢都唔係話完全冇機會噶噃。至於天文台暫時預測，普遍地區喺11月2號持續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北至東北風，3號嘅風向轉為東至東北，即係去到3號波嘅程度嘅啫。當然呢一個預測都仲有變數嘅，反而值得留意嘅係官方調強咗香港嘅雨勢預測。11月1號中午之後，驟雨較為頻密，2號仲間中有狂風驟雨添。咁3號波有可能係幾時掛嘅呢？咁就要睇睇機場天氣預報啦。預計10月31號晚開始，機場就會吹偏北強風噶啦。另外搭飛機嘅朋友留意翻，到時跑道嘅側風可能超過時速20海里，有機會影響部分航班升降。直至風向轉為東北，同跑道差唔多並排嗰陣，側風先會減弱。雖然個風吹向珠西啦，但係大家呢幾日呢就率先睇到紫霞仙子。咁係因為尼格雖然當時仲喺好遠，但係佢嘅環流帶經外圍雲帶啦，已經伸過嚟香港噶啦。大氣入面嘅水氣增加，即陽光通過嗰陣被散射得更加多，剩低啲偏紅色啫。結果就令黃昏染成紫紅色啦。颱風逼近嗰陣，大家除咗喺日落日出睇到紫紅火燒添啦，仲有機會睇到咁靚嘅月雲噶噃。呢一幅相係觀眾2022年9月10號晚喺台灣影俾我哋嘅，可以睇到呢一種光學現象，係因為當時逼近台灣嘅颱風梅花啦，佢嘅外圍高層雲帶覆蓋到台灣，因為嗰啲主要係捲雲或者係捲層雲，入面嘅冰晶將月光喺某個角度折射，我哋喺地面望上天就會睇到月亮俾個光環圍繞住，呢一個就係月雲啦。條片就嚟到呢一度。中意睇呢一類天氣科普片嘅，記住俾 like，等 YouTube AI 派俾更加多人睇。
仲可以俾 Super Thanks 同每月128蚊訂閱我哋，支持 Channel C 出更多科普同天氣嘅片。下次再見啦！